曼聯本賽季轉會操作評分轉入約路6200萬歐元，從里爾加盟，33場出場1球1助攻，越發穩定成熟，未來可期。評分7分。烏加爾特5000萬從巴黎聖日耳門加盟，45次出場2球6助攻，賽季尾段突然失去主力位置，評分8分。迪列治4500萬從拜慕尼克加盟，42次出場2球0助攻，防守動作毛躁以及玻璃屬性冇改變到，評分6分。舒克斯4250萬從博洛尼亞加盟，49場7球2助攻，全靠何積倫特襯托，評分6分。馬斯拉維1500萬從拜慕尼克加盟，57次出場0球2助攻，出勤率非常之高，性價比十足，評分7分。多古3000萬從萊切東窗加盟，20次出場0球0助攻，東窗加盟身體素質唔錯，但係技術無措，評分6分。球員轉出方面，麥湯米寧3050萬加盟拿波里，36次出場13球4助攻，榮膺意甲最佳球員，奪得意甲聯賽冠軍，評分10分。加連活特2600萬加盟馬賽，36次出場22球5助攻，聯賽並列射手榜第一，評分9分。雲比薩加1760萬加盟韋斯咸，38次出場2球5助攻，當選韋斯咸聯賽最佳球員，評分7分。新組租借加盟車路士40次出場4球9助攻，成為車路士常規主力，評分7分。拉舒福特租借加盟阿士東維拉17次出場4球5助攻，大隊級表現，可惜提前賽季報銷，評分7分。安東尼租借加盟皇家貝迪斯25次出場9球5助攻，現象級表現力助球隊打入歐協聯決賽，評分8分。